宏福苑全部7座大廈嘅火勢基本上係受控啦。到目前為止，大火係造成咗55人死亡。民青局物色到接近1000個單位作即時嘅緩衝安排。呢啲單位位於不同嘅青年宿舍或者酒店裏邊。警方喺凌晨拘捕咗3名男子涉嫌誤殺，佢哋係負責屋苑大廈維修嘅工程公司負責人，目前仍被扣查。政府亦都已經係即時進行分批巡查全港正係進行外牆大維修而有搭建棚架保護網嘅樓宇，我哋會成立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政府會投入3億元，為受影響嘅居民提供援助。又為咗即時去幫助受影響嘅居民呢，我哋會喺今晚即時派發每戶災民1萬蚊嘅應急補助金，以解佢哋嘅燃眉之急。我喺呢度呢係希望再次向不眠不休投入救援工作嘅，包括消防人員、警務人員、醫護人員、前線人員等等致謝。我哋透過係全面嘅調查，包括警方嘅刑事調查啦，以及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就建築物外牆保護材料係唔係符合可以阻燃呢個標準，我哋進行一個調查。我哋屋宇署今日已經係啟動咗特別行動啦，分批係巡查全部涉及一啲私人樓宇嘅項目，主動係檢查呢啲棚架、保護網等等嘅物料嘅阻燃性能。發展局今日亦都係已經同業界會面，商討係點樣推進金屬棚架取代竹棚架嘅路線圖。雖然我哋知道使用竹棚架喺香港係有長久嘅歷史，喺規管嘅制度，我哋點樣可以更加強化？有冇法例需要我哋去修訂？我哋嘅整體成個規管個系統點樣可以確保到將來呢啲不幸事件唔再發生？選舉嘅工程我哋已經暫停咗㗎啦。我喺今朝喺醫院同大家講，首要嘅任務就係要做好今次我哋嘅應急同埋救援工作。我亦都希望大家共同去團結一致，將我哋嘅悲痛轉化為建設嘅力量，大家令到社會可以正常運作。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